一群来自南苏达悟族的兄弟姊妹，相约伫基比病院大厅，已有人在为你祈祷时光，唱出因对患者的祈福，嘛以无共风格来安慰患者甲家属心。同时面对10月第2个礼拜世界安宁日，当地好不容易成立的居家护理所，强调就是要以因部落会当接受的居家照顾，加上音乐治疗来推广安宁疗护。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有破碎，有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因为兰屿的文化就很特别，就是对于疾病、死亡。这些都是比较忌讳的，所以比较不太适合在机构或者是在安养中心。那所以我们的家访都是直接到案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居家照护这样。但是相对的，我们照护的方式也会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除了做照护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带到灵性照护的部分，像我们会唱诗歌，我们会祷告。那这一切都是跟达悟的传统文化跟他们需要的那个层面来去做这样子，对。比较高这样。对，接受度比较高，而且我们音乐治疗这个部分，诗歌的这种，就是我们做完护理，然后再做这样子的祷告跟唱歌，对他们来讲很有感觉，这样子。每一当世界安宁日，基比下中心都会定无共主题来积极宣导，呼吁社会重视生命危机患者的自主意愿，避免无效医疗来减轻痛苦。除了强调每一个生命都重要。嘛，将安宁疗护的场所已经不只是病房，而是进入社区甲家庭的概念。我们奇美医院的这个居家安宁的这个服务呢，做得相当的大哈。那我们的安宁服务的这个范围很广，所以不只是居家，那么不只是在院哈，包括居家。现在甚至于我们也推动一些远距的服务啊，那么让这个服务可以走入社区，让这个医院无处不安宁。社区无处不安宁，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那么顺顺利利的走完这个最后一里路。会中基比病院嘛公开感谢一路行来对安宁基金大众关情的民众，邀请大家共同来认识安宁照顾，嘛持续关心安宁专人照顾的多元需求。台湾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